各位觀眾好，歡迎收看本期視頻。2025年12月30日，一則悼念消息悄然刷屏網絡，令沉寂已耐嘅華語樂壇依舊浪潮再度湧起。有小調歌后之稱嘅資深歌手劉韻，已於11月悄然離世，享年84歲。消息由一位自稱其契女嘅網友發佈，配圖中滿頭銀髮嘅劉韻依偎喺晚輩身旁，笑容溫和，眼神裏仍藏住歲月沉澱嘅溫軟氣質。呢位曾以姑娘18一朵花、小白船、偷偷摸摸等經典小調唱響華語樂壇嘅傳奇歌手，終究未能等到重聚舞台。對於年輕一代而言，劉韻嘅名或者略顯陌生，但喺60、70年代嘅華語樂壇，佢嘅歌聲堪稱國民小調嘅代名詞。1941年12月，劉韻原名劉桂蘭，生於北京一個軍人家庭，父親係國民黨陸軍少將劉傑武，家中兄弟姊妹8人，佢喺4姊妹中排行第3。家姐劉桂華，藝名夏丹，妹妹劉淑雯，藝名華娃，均投身歌壇。一門3姊妹皆與音樂結緣，成為當時樂壇嘅一段佳話。1949年，劉韻隨家人移居香港，命運嘅轉折亦為佢嘅音樂之路埋下伏筆。1958年，林翠主演嘅電影《夜來香》舉辦歌唱比賽作為宣傳活動。17歲嘅劉韻憑借一曲《蜜蜂霜》嶄露頭角，被著名作曲家姚敏一眼相中，再經家姐夏丹推薦，順利簽約8代唱片，正式踏入歌壇。嗰時嘅佢聲音清亮婉轉，自帶江南小調嘅柔媚與靈動，又兼具北方女子嘅爽朗質感。唱起小調歌曲時，字正腔圓，韻味悠長，好快就喺人才濟濟嘅樂壇站穩咗腳。由於擅長演繹各類小調作品，佢亦被粉絲親自稱為小劉三姐，成為60、70年代8代唱片嘅小調一姐。喺事業巔峰期，劉韻堪稱電影代唱女王。佢拒絕咗邵氏影業嘅獨家簽約邀請，得以同時為邵氏與國泰2家公司嘅黃梅調電影配唱，其中由以代唱影星落地嘅作品最為知名。《秦香蓮》、《落馬湖》等20餘部經典電影嘅插曲都由佢幕後獻聲。嗰啲悠轉悠揚嘅旋律，伴着銀幕上嘅悲歡離合，走進咗無數觀眾嘅心入面。1974年，劉韻發行咗自己喺8代唱片嘅最後一張唱片，隨後就逐漸踏出歌壇，選擇與丈夫攜手隱退，告別咗聚光燈下嘅喧囂與繁華。劉韻嘅隱退並非一時興起，而係對安穩生活嘅主動選擇。佢嘅丈夫係圈外人，兩人相識於佢事業穩步上升嘅階段，感情一直低調而穩固。不同於舞台上嘅光鮮亮麗，生活中嘅劉韻個性慵懶淡然，唔中意拋頭露面，更向往3餐4季嘅平淡安穩。70年代中後期，佢徹底告別演藝事業，與丈夫一齊淡出公眾視野，過上咗深居簡出嘅隱居生活。隱退後嘅劉韻與丈夫定居香港，將生活嘅重心完全擺喺家庭上。兩人冇追求大富大貴嘅生活，而係喺尋常嘅可物間經營住屬於自己嘅小日子。據知情人士透露，劉韻與丈夫嘅生活十分簡樸，褪去歌后嘅光環，佢就好似一位普通嘅家庭主婦，每日買餸煮飯、打理家務，偶爾與丈夫散步行街，享受住無人打擾嘅寧靜時光。丈夫始終對佢呵護備至，只要佢中意音樂，就喺家中安置咗簡易嘅音響設備。得閒時，兩人會一齊翻睇舊時嘅唱片，聽住佢當年嘅演唱，回憶嗰啲並肩走過嘅歲月。喺子女教育方面，劉韻始終保持住低調嘅態度，從來未俾班細路暴露喺公眾視野中。據悉，佢與丈夫育有子女，細路們喺父母嘅熏陶下，都養成咗謙遜內斂嘅性格。長大後紛紛投身於普通行業，並冇踏入娛樂圈。仔女們十分孝順，甚至母親一身操勞，退休後就主動承擔起照顧父母嘅責任，時常返屋企陪伴左右。喺劉韻晚年身體不便時，仔女們輪流照料，為佢尋醫問藥，盡力令到佢安享晚年。然而，歲月嘅無情終究冇放過呢位溫婉嘅歌后。步入晚年嘅劉韻，身體狀況逐漸下滑，尤其係疫情爆發後，佢嘅健康狀況更係急轉直下。由於疫情期間親友間疏於聯絡，待再次重逢時，
曾經神采奕奕嘅劉韻已經變得行動不便，講嘢亦都時常語無倫次、雲裏霧裏，甚至逐漸模糊，被確診為失智症。昔日能清晰記得每一段旋律、每一句歌詞嘅佢，漸漸忘記咗身邊嘅人和事，唯獨對年少時嘅音樂歲月有住難以磨滅嘅記憶。失智後嘅劉韻時常陷入回憶嘅漩渦中，清醒嘅時候，佢會暗暗沉沉咁講起年少時入錄音棚嘅場景，講起母親喺隔籬望住佢練歌時嘅嚴厲模樣，講起自己49年前乘坐大船四處奔波演出嘅經歷。嗰啲遙遠嘅歲月喺佢嘅口中變得鮮活而清晰，仿佛就發生喺昨天。而當佢陷入迷茫時，就會沉默咁坐喺梳化上，一次又一次咁聽住自己當年嘅佳作，其中《秦香蓮》更係佢最愛嘅曲目，經常一睇就係一整日，眼神入邊滿是眷戀與不捨。最讓人動容嘅係，即使神志不清，劉韻依然保持住骨子裏嘅體面與堅韌。佢靜靜雞儲低咗一筆錢，用手巾仔小心翼翼咁包好，收埋喺自己嘅櫃桶度。有一次，嗰位契女嚟探佢，佢認出對方後，緩緩講咗一句好耐冇見啦。隨後就從櫃桶攞出嗰一沓現金，塞到契女嘅手中，含糊卻堅定咁講：呢啲係我儲嘅錢，留返辦後事。呢句說話令到在場嘅人無不落淚。呢位曾經喺舞台上光芒萬丈嘅歌后，即使喺生命嘅盡頭，即使被疾病折磨，亦唔願意俾仔女增添負擔，只係想體面咁告別呢個世界。喺生命嘅最後2年，劉韻嘅生活變得格外簡單，日夜重複住聽自己嘅歌曲，睇經典劇目嘅日常。子女們理解母親嘅心意，冇過多打擾佢嘅節奏，只係默默陪伴喺佢身邊，為佢打理好生活嘅一切。丈夫始終不離不棄，即使劉韻成日認唔出佢，佢亦會耐心咁坐喺佢身邊，握住佢嘅手，同佢講述2人過去嘅故事，為佢哼唱當年唱過嘅小調。喺家人嘅陪伴與呵護下，劉韻喺平靜與溫暖中行完咗自己最後一段旅程。劉韻嘅一生就好似佢演唱嘅小調一樣，既有婉轉悠揚嘅高光時刻，亦有平淡質樸嘅煙火氣息。佢喺事業巔峰期急流勇退，選擇回歸家庭，用溫柔與堅韌經營住自己嘅小日子。佢晚年遭遇失智嘅困境，卻依然堅守住體面與尊嚴，用自己嘅方式為生命畫上句號。佢嘅歌聲承載住一代人嘅青春記憶，嗰啲朗朗上口嘅小調，歷經半個幾世紀嘅歲月洗禮，依然鮮活如初。佢嘅品格更好似一杯清茶，平淡卻順口，令人回味無窮。據悉，劉韻嘅葬禮已由子女低調辦理，遵從佢生前嘅意願，冇舉辦盛大嘅追悼儀式，只有親友們前嚟送別。如今再聽姑娘18一朵花，嗰句姑娘18一朵花，眉毛彎彎，眼睛大，依舊可以令人感受到少女嘅靈動與美好。再聽小白船，婉轉嘅旋律入邊藏住一代人嘅童年回憶與歲月溫情。小調歌后雖已駕鶴西去，但佢嘅歌聲永遠留咗喺華語樂壇嘅史冊中，留咗喺無數人嘅青春記憶裏。嗰啲穿越歲月嘅旋律，會一直訴說住佢嘅故事，訴說住一個時代嘅煙火與溫情。願劉韻先生喺另一個世界，依舊可以唱住自己喜歡嘅小調，無病無災，安然自在。回望劉韻嘅一生，我哋睇到咗一位藝人嘅清醒與通透，不戀舞台繁華，堅守內心本真；睇到咗一位女性嘅堅韌與溫柔，直面歲月磨難，始終體面從容。更睇到咗一段歲月嘅縮影，嗰啲流淌喺小調入邊嘅人間煙火，嗰啲藏喺平凡生活中嘅溫暖與力量，都喺佢嘅身上得到咗最好嘅詮釋。佢嘅離去係華語樂壇嘅一大損失，但佢留低嘅歌聲與精神將永遠流傳。2026年嘅跨年舞台上，小白船、偷偷摸摸等經典曲目或者仲會被唱響。當熟悉嘅旋律響起，願我哋都可以諗起嗰位溫暖嘅小調歌后，諗起佢用一生演繹嘅歲月長歌，諗起嗰啲藏在歌聲裏嘅溫柔與時光。好啦，今日嘅故事就講到呢度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資訊，歡迎點讚訂閱我哋。